咱来看一则圣经，两位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的第10节，甲第3章的20节。因为要互咱大家当更较清楚，所以咱的圣经节咱拢用华语吼。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跟第3章20节。以弗所书的第2章的第10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各一摆哈，以弗所书，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各一位是以弗所书第3章20节，来咱变得咱用和本的人做来读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再一次来，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咱同心来祈祷。听堂主，阮感谢你，互阮伫周末的时阵，阮当参加来敬拜你。因为这几天的天气非常的寒冷，阮也感谢你，互阮有一个勇健的身体，会当搁一摆到伫主你的面前，遮尔大的福气，阮感谢你。求主你赏赐阮每一个人谦卑敬虔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赏赐阮有属灵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特别是2021年开始的时阵，阮到伫主你面前，阮毋忘会当对主来领受主你对阮的期待是甚物，阮也愿意这期待拢会当来实现。所以，阮三角来思考这问题时，求主你赏赐智慧互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今仔日咱是2021年的第一个用台语礼拜的部分吼。咱伫旧年咱伫第一遍的时阵，伫主堂内底时，咱有讲到新年有新展望吼。咱今仔日要讲的是讲，我们期待梦想的实现哈，期待梦想的实现。新年新展望中间，我有几个问题和大家思考。虽然咱无各伫共款的这个礼拜中间想起这个问题，但是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吼。新年新展望的时，咱是用诗篇第92篇的第12节到第15节底下讲的吼，因为你们要怎样？艺人要兴旺如棕树，台语讲你都要参像樟树遐尼兴旺，要非常的兴旺。然后到年老的时候要怎样？你还要结果实，而且你要叶子要非常的茂盛，要长翠不衰哈，就是都是很清脆安尼哈。因为怎样？这样可以见证你所信的神是公平公义的神。所以，大家讲，咱原来咱的行为会当表现说，咱所信的神到底是安怎的神。所以，刚刚非常的重要。你伫今年中间，你的表现是如何？唔要讲刚才伫今年，随时你的表现是如何时，在见证了你后面所相信的神到底是怎样的神。所以在2001年。2010年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是盼望大家都有一个很好的展望，对不对？为什么讲参像樟树？樟树有一寡特色的，伊的根，通常在沙漠的时候，树拢无办法挖，但是棕树伫沙漠的时候伊会当挖，因为伊的根非常的深，深到倒去，深到去吸收到这个沙漠下骹这个水的。所以咱的生命，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世俗的世界来底时，真侪错误的思想，真侪错误，互咱感觉真无好。咱为什么当徛在？因为咱的根甲什么连做伙，甲基督连做伙。你有参与迄个樟树伫即个棕树伫旷野共款，伊深到会当去吸收到地面迄水甲即个养分袂。所以伫沙漠中间，伊永远会当长青。咱基督徒伫即个社会中间。你为什么咱行得非常正确的所在？你为什么袂去到这个社会中间错误这种，甲你引出行唔对去？因为你的性命甲主结连做伙，有啊无？
那有诶时，你的兴旺，你的茂盛，你的叶啊，就熊熊青翠起来。这是中式的迄个诗篇90篇第12节到第15节要甲咱讲。像是咱徛伫这是个人，那教会来讲的是，教会有啥物期待？教会有讲到有4项代志，有讲到祈祷的时光，有讲到福音主日，有讲到灵命操练，佮讲到迦南文化。咱拢讲咱的教会是对内是一个什么教会？对内是什么的教会？祷告的教会。对外呢，宣教的教会。所以，伫即个咱今年的这个展望地方，咱甲这个意向没有改变。咱嘛一直无讲，伫即个意向中间，咱有真大的这种发展力。所以，咱头一就讲到祈祷。咱既然是对内是一个祈祷的教会，为什么咱祈祷袂当兴旺？咱祈祷毋茫是多元化的祈祷，你会使大声祈祷。你嘛会使用唱歌来带做你的祈祷，你嘛会使用跳舞诚做你的祈祷，你嘛会使静默，拢总无你就是安静，因为啊，你要领受上帝甲你讲话。所以伫今年的祈祷会中间，咱有用几啊种方法。拜五的时阵，咱有教导式的，咱嘛有这种祷告特工队，咱嘛有见证会，然后拜六的时阵，咱伫遮用静默的方式，无一人讲话，这所有拢规个暗的，敢若头前12个是光的。然后咱的荧幕出一寡字出来，甲咱一寡教导，甲咱一寡讲要安怎祈祷，等等遮来人就坐咧就好，你找一位坐咧，你静候神向你说话。咱对来要讲到一个祈祷的这种教会性，你要伫祈祷中间去学习着。祈祷是你甲上帝中间咧讲话，你敞开你的心给神，神也要因为你敞开，他就以改你的话语就。再将你的话语就给你啊！福音主日是啥？咱毋茫咱去传福音，但是咱嘛毋茫带人来。但是因到即摆带来时，大部分拢听无，因为安那？因为咱大部分拢讲一寡咱的话语，有一点类似是基督教的术语，所以无一定听有。所以咱经一福音主日，咱有6摆福音主日是，你若要带即个慕道友来，带你朋友来，会当利用即个福音主日，迄嘛是一个宣教。对外成为一个宣教人，咱伫主里内底讲着。咱家己为着要安那？伫新的年中间，咱灵命愈来愈好，所以咱有灵命操练。今年灵命操练在5月跟10月各1个月，无参加以前，咱是2个月连在一起，就忝的吼，很累，所以我们就干脆把它分2次，5月跟10月。最后一个迦南文化，迦南文化是今年咱中间，咱既然是一个基督教会，咱灵命也操练啊，咱若要去做有，安尼咱伫咱的迦南。这个教会中咱呈现出来是啥物？你感觉头一摆你认捌基督徒的时，你对伊的想法是安怎？啥物？你会感觉讲基督徒安那？伊拢真爱关心别人，伊拢主动会当去关心别人，伊拢真喜乐。你讲基督徒绝对应该哭丧着脸，伊拢真喜乐，因为有平安，有平安喜乐的上帝赏赐互伊。伊真爱帮助别人，伊无禁忌。他没有什么禁忌，无参与讲你的鬼夜时在安怎，是讲咱若要去要做啥物代志，咱来看农历些看啊，咱即个迄个黄历看看啥物是些好日子，咱从来毋捌看，因为上帝所赏赐的日子，逐工都好，所以这种是一寡基督徒伊的一寡文化的。人进到伫咱迦南教会，你有啥物文化的了？你会当互咱呈现，讲咱迦南教会的讲拢足安怎咧哦，足安怎咧？所以咱今年有提出来5项的咧吼。这5项的是你看咱门口出去的时，右边那个墙壁上就有贴的哈。咱已经有人咱有讲过，嘛真好背吼，叫做真感给和睦创新。真就是真诚，感就是感恩，给就是给予，然后和睦创新。所以简单背个讲，真敢给和睦创新。咱要讲安怎？这其实咱来看的话，这几个意思是啥？这几个跟咱的这人生，咱尼西米有讲的人生是有关联的。真诚的是讲哪？咱强调是正直、忠心、诚实、节制。他要对抗是啥？正直要对抗虚假，忠心要谄媚，诚实是巴结，节制是这样传舌。你感觉咱迄个要对抗，其实咱拢陷入迄种困境中间。咱常常会足虚假，常常叫巴结别人，就谄媚的。为什么咱袂当真实呢？你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你只有用真实、真诚而已。
因为神给你骗不了的。你讲我表面怎啊，其实你内底是苦毒的要死。神知道，神是看人内心的，不是看人外表的。所以你敬拜时，你一定要有真诚。你教会中间，我们就是要真诚。第二呢，要感恩。你若无一种感恩的心，你没有办法来敬拜神。因为呢，你就是存着感恩的心，所以你要来敬拜神啊。因为神掌握了我们整个的生命，是吧？所以感恩的心强调讲祝福、善言、善思、善思、善言跟谦卑，要对抗讲抱怨、恶思、恶言跟骄傲。他以及被讲正面的思考，不是负面的思考。要讲造就人的话，不能讲一种负面，让人受伤的这话题。第三是讲给予，咱们强调是关怀、服侍、付出、分享，要对抗讲自私、冷漠、要求、自怜。常常讲啊，大家拢无咧关心我，其实你爱去关心人啊，那底下咧讲你爱等人来关心呢？啊，我自己好可怜的，都没有人关心我。你要去关心别人，你要给予别人，因为你领受神的爱里面，你要跟人分享的对啊，这是侍奉，侍奉人生就是这样。你不要让去关心别人，去服侍别人。和睦是啥？强调和平、亲密、互助、柔和，对抗是讲冲突、论断、批评、八卦，就是一个团契的生活。在团契生活中间，就是讲究和睦。马太福音第5章第9节呢，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称为上帝的儿子。所以你团契中间的现在，你要有些很和睦的，那常常要安装好人和睦。最后一个创新一下，就是你要成长，强调是改革、成长、受教跟积极，对抗一下停顿、不长进、悖逆、懒惰。这5个呢，真敢给。和睦创新，我们来讲一次来。真敢给和睦创新，好，分开讲是什么？真诚、感恩、给予、和睦、创新。你唔知当互人感觉入来咱教会时讲，我感觉恁教会就安尼，大家拢就爱长进的哦，拢爱有受教的心哦，啊，你就爱和人分享的哦，啊，你拢安尼真不。大家都避免掉有冲突，是真正的和平，都很坦诚来讲话，不是虚假讲一寡安尼虚假的话题咧。你唔知当人安尼感受的。伫今年中间，咱唔忙咱画出这个出来吼，这是咱的新年的新展望的咧。今仔咱刷落去要讲的是讲，神要互咱过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阵吼，我们要怎样过一个丰盛的生命？再问几个问题啊？头先讲，新的一年你的期待跟你的梦想一下。你既然有展望，在这个展望中间，你有什么计划无？你有什么期待无？达到安怎成果的咧？你有什么你的梦想的咧？这个梦想当然现在达得到，达不到就是白日梦啊！吼，所以你刚刚你的梦想有容易实现无？还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实现？还是根本就唔知影袂，你若袂是呢，根本叫白日梦，毋是咱今仔要所要讲。咱今仔要讲是会当达成的迄个梦的。为什么？上帝咧掌管嘛。咱是基督徒，是咱性命伫上帝的手中哦。所以你认为上帝对你的期待是什么？你乃当明白的时阵，我想你的迄个期待，你的计划，你的即个想要达成的物件，都会当达成于你交伫主的面前嘛。所以第三问讲，你感觉即个你的期待甲你的梦想吼，要实现上个重要因素是到底是什么？有啥物条件无？是毋是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伫咧？还是你的动机爱正确，还是安怎？最后一个问题讲，你知影你的期待、你的梦想吼无实现，是因为无愿望，还是咧听候？那呢，咱就倒转来知影讲，上帝对你的应允是什么？你感觉你会使伫遐咧有一寡盼望咧想袂？会当啊，袂当？咱看上帝给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刚才的经节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啊！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神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底下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把本的翻译相关呢，我们原是他的创造，我们原是他的杰作。那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杰作意思的一个呢，他认为满意，你再推出来，安尼叫做杰作。
因为感觉无满意，伊就安那毁掉啊，佮定做一个，最高伊满意为止，伊再杀出来，迄叫做杰作。每一个人拢是上帝所做即种杰作的咧，为着要怎样，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所以，我们其实当中怎样呢？上帝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怎样？就是要行善。行善在英文里面有个 good work， 就是好的工作。你有感觉到咱有咧行善啊无？你若要行善时，我相信上帝一定会互完成的。第二就是讲，咱感觉第二以弗所书第3章20就是讲，咱来靠上帝啊，伊互咱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而且是超过我们所想的。若是安尼的时阵，咱要今仔要想着讲，咱要期待咱梦想要实现的时候，咱有爱注意什么？头先来看，头段问的讲神的应许是什么？在哥林多前书13章中讲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等等。但最后一节讲呢，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3样。后边接着讲呢，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但是为什么信望爱在这边提出来？信望爱彼此有什么关系的不？原来你就是有信心，所以你会带来盼望。而这盼望让你能够去怎样将你领受，你可以领受爱，也可以将爱分出去。信望爱的连结是这样子的，因为你有这个信心，所以你就带来了盼望。带来盼望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领受了爱，而且能够去将爱分出去。那这个信心是什么？等一下让你去讲的，现在跟人讲的这个望，而且长存的。别的有的翻译讲，这个长存是永存不朽。或者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跟人讲有愿望啊无，一定有盼望啊。这3样是讲是永远存在的啊，所以人生永远是有盼望的，也就是你可以你的期待、你的梦想呢是会实现的哈。所以关键在哪里？就是前面那一句，因为信心，所以带来的盼望哈。而信心实际上是靠对神的依靠，信心不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想法是我的盼望而已。信心最重要是他的对象是对方，而不是你。我对某一个人有信心，重点在谁？在他，不是在我，是他的表现啊，不是我的表现啊。你对神有信心，就是这样，在神，他的对象是在神，而不是在你。要是在你的话，你是一种盼望而已啊。这对信心要了解哈。那我们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期待呢？常常是比孩子的能力更会影响他的一生。我相信咱每一对这个非常有大的这个感受的。你可能你的期待、你的兴趣是在这一项，但是父母偏偏要叫你做这样，结果你到最后一生你会走哪一条路？通常都是走这样父母对你期待的这一条路。所以期待的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要讲这样呢？上帝对你的期待是什么？能够掌握你生命的人，对你的期待、对你的影响更大，比你自己的期待、比你自己的能力的影响更大。所以，咱拢是基督徒的时，咱爱怎样？上帝对咱的期待是什么？上帝对咱的期待是咱爱有丰盛的生命。他都要这个以弗所书第20章第10节跟人讲：我们是他所造的，是为了怎样？为了要我们行善。所以行善的意思就是说呢，你要容神益人，你要活在世上的时有利益，对人有利益，你才有这个影响力点啊。无你有对的无对的无同款，所以你对人有影响时，你的生命就会丰盛，你就会非常的有意义的人。那呢，咱要过丰盛的生命，要怎得到呢？要有丰盛生命，第一步就是你要拥有合神心意的伟大梦想，而且期待它会实现哈。一旦实现才有好哈。但是你也刚刚讲，我有这点梦想，但是我哪袂当实现呢？原来是神要我们等待，而等待是啥？是神在等待呢，还是我们人要等待？是因为咱人要被准备好。因为神他是既然是神，伊就知影讲哪时候你已经准备好了，他就会赏赐给你。所以咱哪里等候的时候，是别叫咱呐，叫我们要预备自己。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定要讲，一定要坚定，说我一定会得到。你也让期待，你的梦想一定有实现。
而在等待的时候，不要空等待，是要装备你自己。你要装备好你自己，然后你要有备心好，上帝随时要赏赐你，你拢已经好啊。牧师还在求职的时候，要去 HP 去迄个位去找工课。HP 大家拢知影？HP 叫做啥？惠普，他是伊家己讲伊是 Hewlett Packard 的然后他有一个讲，咱就讲伊是 high price 伊的物件拢足贵的叫 high price。伊讲无，阮是 high performance。但是 HP 在你安那讲啦，我们的实践非常的好。我去 HP 去 interview 去遐要找工课时，伊甲你转足侪讲，你若来阮 HP 的时阮有制度足好，我会互你一个你的这生涯规划。我按算你三年以后，你会当升做科长，5年后你会当做副理，这7年后你会当做经理，甲你讲足侪了，表示讲伊对你有真侪期待，你嘛会当安尼好，我要来这间公司。但可惜我讲生涯规划对我来讲根本就无什么意义。机会都是留给随时准备好的人。我才3年才可以当科长我想明年就当科长怎么办呢？不是被你绑死掉了吗？生涯规划对你有没有意义我不知道，但是我知影讲。机会都是留给随时准备好的人。上帝，你的期待、你的梦想要被实现起来，是你也被准备好，不是上帝也被准备好。上帝随时拢准备好，上帝知影什么时间对你好，等你上好的时间时，上帝来赏赐予你。所以等咱咧听候时，咱来预备自己。这时阵有3项代志，咱来注意。你的梦想要你实现时教有3个建议。第一个建议是啥？你要有清楚个正面的梦想伫咧。你然后我根本都唔知我的梦想是啥物模模糊糊的，然后佫敢若是一个负面的。我准备要把这个世界毁灭掉，才是我的梦想你用梦想根本就免想，神怎么会帮助你呢？对不？你是正面的，造就人的，能够容神益人的思想。这是第一个，你的梦想被实现一定安尼箴言23章第7节，讲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咱来常常的去想，常常想我们的梦想的时候呢，我们事情就可能会实现，因为你会为他努力，你会为他装备你自己。所以你若常常咧思考的时，你这个是正面而且很清楚的这些梦想呢，就有可能会实现了。上帝常常会照着我们的期待层次来满足我们上帝常常问你讲，你爱我为着你做什么？所以你若家己无一个真清楚跟正面的梦想，你就没有办法。你来看那个四福音去看时，耶稣常常问人怎样？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到底上帝，迄个彼得嘛是问安尼伫迄个美的门内底时，有一个人。生来就瘸腿的，现在就是能开，看着彼得说：“彼得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他原来是要钱而已，我没有钱，金银我都没有，我只有将我所有的给你，让你起来走。耶稣嘛，兄弟问安尼，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神也是要告诉我们他是照着我们的期待的层次。你若干那要求到安尼，就互你到安尼；你若要求安尼，互你到安尼。只要迄个是正面合神心意的话，所以你的层次是高的。咱的期待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期待，而且是神就会赏赐更多在咱的身上等你不相信你要是不相信我们的神是乐意来赐福予咱丰盛生命时，你自然就失去了他的祝福。因为你无这个期待，上帝免来当祝福在你的心中，伊就袂祝福在你的心中所以，咱得要用正面的思想来改变咱华人有儒家负面的思想咱的成语中间有几啊句拢对咱造成负面的影响你说祸不怎样单行，福不怎样双至，对不对？这个有灾祸的时候怎样？一定是伴随着1-2个一来那才衰呢，才得不好来。然后福不怎样，
福不双至，就是讲福气无啦，福气来咧一项尔，袂来两个啦，袂来三个安尼吼。然后好事多磨啦，像有一寡成语拢讲到安那比较负面的思想。但是神这样，神给我们是正面的思想，所以他用正面的思想来改变那些负面的思想啊。所以你的梦想安那要正面的，而且要很清楚的，不只是这样。兄弟，唔忙咱当下落来，下落来以后呢，要做以后的见证哈。因为哈该书就是这样讲的。神跟哈该先知个讲呢，第二章2节到第3节讲呢，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稀放。虽然延迟，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延迟，不再迟延。你若是这个你的梦想，你若下落来时是正面、是清楚、是合神心意的话，你就可以做很好的见证。这是咱头前看到的人，所以咱来看讲，咱头拄仔讲的就是迦南文化的咧。教会呢期待我们大家都能够活出迦南文化的。咱若不断的思想，咱若不断的提醒的时，神就会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活出迦南文化的人的。这是第一项。你的梦想，你的期待，你的梦想能要实现时，第一项你呐，你有很清楚、跟很正面、合神心意的这个梦想，对不对？第二呢，你要学习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哈，因为神的眼光才是最正确哈，唔能用咱的眼光来看。咱来看一个圣经中间的记载，在士师记里面第6章讲到这个基甸，神的使者去找基甸。盼望基甸能够带领以色列的人呢去攻打这些米甸人。他第一次跟他讲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明，对他说：“怎样？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知影迄阵基甸咧创啥无？基甸关伫一间房间内底咧拍册啊，关伫房间咧拍册啊呢，毋是迄个广场的所在呢。因为呢，一行米甸人看到，所以伊是安那讲一个歹听是龟缩在一个房间里面的这代志。但是神甲讲安那大能的勇士，接下去以按照回答第15节，基甸说怎样？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拉西支派真是自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自微小的。他竟然看伊家己是安尼哦。但是使者他讲呢，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一人一样。”人家己的看法，甲上帝的看法有无同款无？非常大的无同款。你若叫米甸家人去拍啊，伊无可能。但是上帝予伊安怎？只有300个人击退了米甸人好几万人。不是米甸，也不是基甸，他可以，是因为呢，上帝帮着伊讲，我与你同在，所以你要常常用上帝眼光来看自己，你是上帝眼中的宝贝啊，所以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你才知影讲，你的梦想才有可能实现。所以咱的迄个梦想会当实现，袂当实现，很重点是在哪？咱下面用神的眼光来看咱自己哦，咱会当用更多用神的眼光来看咱自己的时候，你至少会有3个重要态度的改变，你会拥有它，所以你会实现你也期待你的梦想会实现了。第一个是怎样？你愿意给神用；第二个怎样？你不会被过去的失败所击倒；第三，你永不放弃。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第一个，你愿意给神来使用。圣经中间呢，我们常常看到，常常看到讲上帝要用一个人，不是迄个人足够咧，所以来用伊。但是时呢，这个人伊无讲真够，但是愿意互上帝用。所以刚讲啦，上帝当使用你呢，不是因为你的才能，也不是你的背景，也不是因为啦，无啥拢无是，干那因为哪？因为你愿意互使用。上帝若呼召你，你愿意互使用。迄个是上帝所要用，因为呢，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灾难，上帝另外赏赐予你。2008年的时候，有一个欧洲来一个布道家，为德国去的布道家，咱应该非常清楚，迄个叫做布永康。
伊伫这边迄个2008年来时来讲的布道行啊，为什么迄个人来时咱感觉台湾敢若要复兴哦？因为哪？伊伫非洲去布道行哪？多少人听他讲道，你知道吗？100万人，你看得见吗？密密麻麻的，根本看不到，都是而且非洲人都很黑嘛哈，看起来是一片都是黑的，然后一祷告这样倒下去是一片这样倒下去的。信主都是几百万人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布永康哈，看也在故事来看，他19岁的时候也不会讲英文，这在德国是很稀少的动物哈，所以人家怎样讲布永康他在讲他的资历并不是很好，也就是他不是很聪明，但是上帝为什么用他？他后来被到非洲去布道，哇，就成功。他有一次很纳闷，我的师资的叫你资历的不像你好，资质的不像你好，为什么上帝你要用我？他就问上帝的：上帝，你为什么要用我？一个声音告诉他说：怎样？你不是我的第一人选，也不是我第二人选，你乃是我第三人选啊！不然啊，那为什么你不派第一跟第二去呢？因为呢，第一那个人他不愿意，第二个呢他不顺服，所以呢我就找你，你要不要？啊，你讲啊，上帝啊，你不用再找第4个人了，我第3个人我就愿意了，请差遣我。虽然他是一个19岁还不会英文的人，所以他讲的英文其实很好，很容易懂啊，因为就跟我们差不多而已哈。但是他愿意。所以一个咱本来看着无讲真那优秀的人，但是他到非洲去传福音的时候，一次都是100万人信主呢。上帝要用的人，不是有才能的人，不是有才干的人，不是你的背景偌好都偌好，你受到教育多偌管起来都唔免。上帝要用的人是你愿意的人。上帝不会因为你的才能背景，而是因为你愿意让他使用的人。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2节讲了：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所无的。你觉得神是不是要使用你呢？你的回答是什么？啊，我就喊慢嘞，我伫好的成绩嘛无偌好现在，但是神要告诉你，我要用的是你有的，不是你没有的。你没有这些才能，你的成绩没有，我不会用那个部分。我要用你的是啥？用你的心。你愿意奉献吗？你愿意来回答讲，主我伫家，请差遣我。所以要用怎样？用神，你愿意给神来使用吗？你愿意给神来使用时，你的梦想就会得到的实现。神要使用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的话。这是第一个，只要你用神的眼光来看的话，第一个你会感觉，你会改变。你会愿意为神所使用，因为不是在我只要愿意就好了，神的被给他使用。第二个呢，你不会被过去的失败来击败哈。要梦想实现的关键之一的时候，你要突破过去在限制点哈。你看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会流浪40年？你只要出埃及，一直走到耶路撒冷，或是走到迦南地，这段距离有多远？你知道吗？你假如坐游览车的话是7小时、8小时就到了，但是以色列人行几天？行40年，不是讲行很久了，停了40年才进到那个迦南地区。好，那人用走的话多久？有人试过，他走11天，走11天就会到。但是以色列人走了40年，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多过去的包袱。因常常伫旷野中间无水，伊就抱怨；无肉通食，伊也抱怨。啊，就等到困难的时候，讲我要倒转来埃及，因为埃及有通食。因一只奴仆，这种奴仆的这种想法呐，敢若想要安逸，这过去这经验呢，成为他局数限制因落去。伊无办法看见上帝迄款的大种眼光，伊去互伊的过去伫遐来限制掉的。你若要用上帝眼光来看你家己的时，你就要放弃这，
你就袂去学啊！你过去的这失败，底下甲你限制条件。有所书第3章20节，拄才咱给读过啊。他所赏赐给我们是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哈。所以咱唔当去学咱的过去，你的过去可能真侪这个失败的咧。所以才要甲咱讲，咱过去的这经验会影响到咱的，当然会影响啊。但是甲咱讲啦。咱袂当改变过去，因为过去已经发生啊嘛。但是你会当对过去学习功课，你的失败是要互你学习功课。但是咱唔通受到伊的影响，咱点都要去尽力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一些梦想的。保罗伊嘛讲的，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节讲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咱唔当去学任何人、任何的事、任何的这个代志，甲咱讲啊，你不能啊，你无效啦，你无办法啦。神要甲咱讲啊，你若用神的眼光来讲啊，神要告诉你，你能，只要你愿意，神就会帮助你。在人不能，在神怎样，万事都能。咱唔通去学，咱若用上帝眼光咧看咱个人，咱就袂学过去这失败底下来指导咱吼。第三，你若用上帝眼光来看现在，你永不会放弃。伫圣经中间记载一个大卫，伫这撒母耳记上30章1到6节，记得讲大卫因去一个叫做喜，因为这子女甲太太甲。伊的财产拢叫做一个喜格拉一个城市内底，因去修正，倒转来因发现讲，人哪拢无去啊？原来亚玛力人探阴谋的内心去攻打这个城，将城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拿走了，人也被带走了。他没有杀任何人，但是把他全部都带走了，他的财产都被带走。大卫带着一大堆人马回到他的那个城里去，看到这情形，圣经怎么记载呢？放声大哭，哭到没有气力，表示讲非常的伤心。因倒转来讲，我的财产、我的囝儿、我的某拢总无得咧，他们就非常的伤心。接下来还做了一件事情，想要怎样？要用石头打死大卫。所以这几句的描述是跟讲那些人已经绝望到一种程度，伤心到一种程度。因讲因为这无囝，所有财产都无去啊，代表你带阮去迄小镇倒转来，结果咱的城乡变安尼，所以因就非常的伤心，伤心了，佮想要甲代表抬死，你想迄阵代表要安怎？接下去第6节，撒母耳记上第30章第6节，伊讲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下一句呢？人要抬大笔，但是大笔底下讲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接下来一个特别写讲，连大卫的2个太太也被抓走了。所以刷落一个记载是大卫个带兵去，拢总甲抢倒转来。原来他永不放弃。他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知影讲上帝未离弃他，他只要依靠他的神的时候，他就有盼望的。所以你若用上帝眼光来看你自己的时候你会永不放弃，因为神给你盼望啊，神带给你盼望啊，你只要对神有这个信心的时候，叫一句话讲得胜者。并不是一位从来不失败的人，而是这样一位从来不放弃的人。我想这个在咱每一样咱的经验中咱一定让去经历掉。没有人是从来不失败的，每一个人都一定有失败过。但是谁是最后的得胜者呢？是不放弃的人。你若用上帝眼光咧看你家己的时，上帝对你带来足多盼望的，所以你就袂成做迄个放弃的人，你会成为一个人永不放弃的人。以希伯来书第3章第14节，感恩讲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唔知咱足多同学咧，
啊，有咱嘛有即个咱的成年伫咧，你现在毋知有即种情形伫你的生命中间无？你有当什么征战伫咧无？当征战到你真艰苦，你想要来放弃还是啥无？你会倒转来想讲，你迄样代志，你有倚靠着上帝。你若倚靠着上帝的时阵，你有伫上帝面前甲向伊求的时阵，不要放弃。就跟大卫一样，大卫已经凄惨到人都他的一些随从被抬衣哦。伊底下讲安那，大卫却依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你若有当到这情形的时阵，你来倒转来想讲，你迄样代志有合神心意无？然后合神心意，你要一样，你要依靠耶和华你的神，心里坚固。神必定会怎样？会帮助你啊！我们第三个就是讲，要梦想实现的3个建议里面呢，第一个就是讲你要有一个清楚正确的这种梦想。第二要学习以神的眼光来看。第三是怎样？要信靠神的恩惠，对不对？恩惠意思一下，因为我们是讲 favor 哈，对你有所帮助，对你的好意 ，do me a favor， 就是你来帮助我一个意思哈。这里面讲，你要靠上帝的帮助啦。原来真侪代志呐，咱的梦想，乃是属神的梦想，就是合神心意的时啊。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依靠神啊，咱不是依靠自己的这个能力的哈。箴言第8章35节讲呢，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对不对？你若跟神有连结之后，神自然就帮助你，会得到神的恩惠，就是以帮助哈。信靠神的人必蒙神的恩惠哈。这希伯来书第4章第16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典、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不是我们值得？我们配得吗？不是，因为神爱我们，因为上帝听咱，咱个信靠伊的心，你只个坦然无惧到他的施恩宝座前，神要帮助你。等咱做完我们该做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做他要做的哦，不用怀疑，我们会拥有一切的这个需要，这就是信心。信心是什么？信心你要相信神要将最好的赏赐给你，这就是信心。你相信的是神，而不是相信自己哈。咱那负责的部分，咱免担心神的部分。神比我们更清楚，他哪时候要做，他一定做得到。我们要担心的是我们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做到的时候呢，上帝就会做也咱的拥有的一切哈。以弗所书第4章第13节呢，只是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怎样讲？咱有最高安尼吗？我们是不是在真道上已经怎样？已经同归于一了，而且认识神的儿子，而且长大成人的，还是你只是一个幼稚园呢？还是婴孩呢？你有没有长大像基督一样的这身量啊？无，咱来注意的是这个啦，不是讲上帝啊，你哪会无啊？不是咱啊，咱到迄个程度的，这是咱来思考的这个部分。咱不要求神呢，我们常常会求神帮助我们。啊！我要做什么代志？上帝啊，你帮助我，我要当成功，我要当受到祝福。但是你敢知影？你所做，你要求上帝帮助你迄样物件，到底是毋是合神心意？那不是你哪会当安尼来要求？所以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求神祝福我们所做的，而是要求怎样？我们要去做神所祝福的那一个。而是要投入神所做的，因为那些事情是神早就祝福了。你不是要去做一个不知道的事情，有没有受祝福咱不知影。你要去做一个上帝已经祝福的，就是伊的心意，伊爱你做这代志。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代志哈。咱常常为着咱家己的所做的要求，其实你应该更较向前言哦。上帝啊，你要我知我爱做什么？因为你若爱我做迄样代志。就表示讲，你已经祝福伫迄个顶面啦。所以，毋茫咱每一样，咱有当投入伫神所托付咱的梦想哈，
去做神呼召我们做的事，因为在这样的事上，神的恩惠、他的祝福已经在等待我们。所以新的一年的开始的时候，让我们展望点，让我们期待点，让我们梦想点。这个要安怎呢？结论跟咱讲，头一个就是讲啦，新年的梦想啊，我们要跟神结合在一起啦。我们要领受神给我们的梦想，不是我们自己的。你要知影讲上帝伊对咱的期待是什么？你若知影的时，你若去教做的时，上帝祝福自然就在咱的心上啊。第二讲啊，咱对上帝予咱的愿望，咱爱清楚、爱正面的。然后咱就要用上帝眼光来看这，咱用上帝眼光看伊，咱就开始会当顺服。咱就要愿意予上帝来使用，咱就袂去予过去的这失败、拍败去啊，咱嘛袂放弃。然后咱个呐。不断的依靠神的恩惠，就是神的帮助的心。拿那心这样呢，员工我们就可以大胆的期待我们的梦想会实现，因为神已经给我们美好的盼望了。祝福咱大家人在新的一年，2011年开始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合神心意、一个伟大的梦想，我们就带到神的面前来献上，神一定会怎样？祝福在我们身上，而且会帮助我们让它实现。盼望在新的一年都要开始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神的心意，然后咱的梦想定做一个梦想，就期待出来时，咱就会当期待这个梦想会得到实现了。那我就几个问题思考，就是咱看咱祈祷的时要来使用哦。你感觉有啥物代志常常限制着你的想法，啊，这个期待无？你是毋是有过去的失败，互你会真惊吓？你是毋是一寡负面思想？你是毋是一寡恐惧？你常常啊无信心会来引起的，甚至撒旦给你的控诉啊无效啦，你免想啦，你这办法足歹了，现在有没有这样负面的这种控诉给你呢？是不是加一个限制着你的期待？害你开始拢唔敢去想较大诶，啊唔敢去感觉我所想诶拢无啥会成功，无上帝要祝福伫你诶身上啊。第二讲呐，相信你诶生命中间，上帝看顾你、保护你诶时，对你有啥物困难着？然后困难，咱到伫上帝面前，咱认咱诶罪，讲咱诶信心无够。有一个做老爸去求耶稣，甲伊诶囡仔诶时阵。最后，迄个做老爸讲呐，我信，但是我信无够，请你帮助我。咱每当伫上帝面前，对啊，因为我承认我的信心不足啊，还是讲呐，甚至有罪阻挡了我们。但是约翰一书1章第9节讲呐，我们都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上帝华人这样好的这种应问题咧，是咱袂啊袂，应该没有困难才对。例如是你的信心不足，或是你的罪阻挡了你，到神面前去认罪就好了。第三个，你对你的生命有何期待，有何梦想？你有信心它会实现吗？它是神给你的梦想吗？不要忘了，神希望我们都有一个这样丰盛的生命。神希望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都希望你能够容神一人，都希望你在你的生命中间能够有影响力。这是神要我们，要让我们去想到的一些梦想，对不对？你要如何让它实现呢？跟神连结，就会让你实现。我们同心来祷告。这时候，我邀请大家，邀请咱大家，甲大拄仔遮所讲的，小想一遍。咱伫新的年开始的时阵，咱要有一个期待，咱有一个新的展望，我们有期待，我们有梦想。我的期待，我的梦想会得到实现未？伊若是连接在神，它就会实现。咱有几项爱去注意。就是别咱咱用信靠神来去靠着上帝的恩惠，对不对？咱用上帝的眼光
来看这些事情。而且我们要清楚的正面的梦想，对不对？才会合神的心意。咱老家的时，你就确信上帝要来帮助你。咱会使想看卖啊？伫新的年中间，有啥物去限制着你无？你愿意放弃遐无？若是你的罪，你就到伫上帝面前来认罪。上帝甲咱讲，伊要赦免你一切罪。要洗清你一切不义的，那呢？你的这个期待，你的这个梦想，就要荣耀神。将你伫今年一个新的年要开始的时，你来思考这个问题：我要安怎伫上帝面前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梦想甲期待？神必大大祝福他。主必听到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2021年的时阵，阮会当来思考主你互阮的即个问题，就是伫阮新的年一年中间，阮爱存有啥物期待甲梦想伫咧？即个期待甲即个梦想，阮会当下伫主你的心意，甲主来三个结连做伙时，阮就有即个信心，主你一定要互伊来实现。实现的时间还未到时，毋是主你袂当。是因为阮还未准备好，所以主你爱阮随时爱装备阮家己，随时爱洁净阮家己，随时爱当伫主你面前谨慎，做到阮家己该做即个部分。迄个时间到，主你的祝福临到伫阮的心中。主你互阮的期待，就是要互阮有一个过一个真丰盛的即个生命伫咧，因为阮会当荣光上帝，阮会当帮助伫人，阮的生命就真做有意义的生命伫咧。过一个有意义的生命的时，阮就感觉阮是活了非常的丰丰富富伫咧。伫新的年开始的时阵，阮感谢主，你互阮即种应允，阮若有下伫主你心意的即个梦想甲期待时，主你的确要来互伊成就。阮感谢主，你互阮即种应允。感谢主，你互阮即种祝福，求主你带领阮2021年所要行路站，下伫主你的心意，伫就对主你的祝福。阮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要重新用使徒圣经来告别阮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得多人来受苦，定是日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阮信上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所以赦免肉体各话。永远的活命，阿门。